各位媽咪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拔小講馬台。今日同大家睇翻6月11號嘅第3場，咁就貼翻隻靚馬俾大家先。8號神驅馬靈啊，咁呢，今場就搭阿騎師梁家俊啦。咁其實之前都係佢跑噶啦，咁就跑咗4場嘅，3場1650啦，都入咗3甲嘅，2次第二，1次第3。咁另加場就係1500米嘅，咁都跑咗唔錯嘅成績噶，跑咗第4啊，跑咗第4即係證明隻馬都係長氣馬嚟嘅。咁啊，今次都係同翻梁家俊跑啦，咁啊非常之熟悉呢隻馬啦，咁啊一個好好嘅搭配。咁所以呢，1650對於呢隻馬嚟講啊，一定係個最佳嘅途程嚟嘅。咁呢，睇翻佢個操練先，個練馬師今次吳鵬子呢都相當緊張。聽日個賽事啊，上次跑咗第2個場之後呢，就拍咗2課無敵精英啦。咁就都係無敵精英都係1650嘅一位高手嚟㗎啦。咁另外呢，都拍咗1課2段嘅單條，咁啊32秒1同24秒9，咁個時間係相當之好嘅。咁同大家分析埋啲對手啦，咁其實今場都係似是而非㗎啦。咁樣睇翻1號呢個奇蹟鬥士啊，咁跑咗2次快活谷啦，咁都係唔上名嘅。佢跑咗1650嘅時間就1分41秒3啦，咁時間睇落去表現相當之差。咁第2隻博愛先鋒啦，咁其實佢仲要未跑過快活谷啦。咁今次嚟跑呢，我諗都係試下嘅啫。咁第3隻多利神驅啊，跑過7次1650快活谷，都係未上過名嘅。咁即係嗱，我求其舉咗3隻啦。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個情況就係對手個情況咁弱。咁神驅馬靈呢就好有睇頭啦，今場。咁我相信加上啲操練啦，咁整體咁聽日我諗呢隻馬應該會有相當好嘅表現啊。